在开始的时候有跟我一起分享说，你看遇到这样的，你老师呢条件好，他说你们都有了吗？请问是不是也都写上？我们对来年的一个新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在今年没有达成的、没有完成的，也写在这个法律上面。待会儿就是要请各位看这个继续看这个短片的同时，欣赏这个乐的同时。
的台湾是两岸可以重新降生在我这个世界。那个我波你的白卡都给到上帝，耶稣基督，主真的看见这个世界没有平安。然而你甘愿为我们降生，你甚至要将平安带到我们中间。可是主耶稣，你不会勉强我们，主耶稣，你在等待。主，你就是跟当时候的玛利亚跟约瑟一样，找不到地方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让你住。亲爱的救主上帝，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是一样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怨恨，以至于我们失去那样的平安？主，你甚至看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，是不是也是一样没有这样的平安？甚至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，主，我们也好像失去这样的平安。我们一直活在人的嘴巴里面，我们一直活在人家的评价的里面，我们甚至找不到我们自己，我们甚至失去这个平安。主，你甚至也看到我们的国家不久就要选举了，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？有发生族群这样的一个撕裂，甚至不信任彼此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平安。甚至你看见把海峡两岸对岸的这位这些中国，他们虎视眈眈的用飞弹来对准了台湾。主，我们甚至会活在这种恐惧的之下。主，我怎么样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？主，甚至你也看见了最近一直以来下半年以来，主，这个世界我们所处这个世界，还有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刻仍然在打仗，其实还有很多的当地的这些人民蜂拥而至，去到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跟国家跟地域，就他们没有平安。所以主上帝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纪念你的降生，就盼望当然这首歌，但我知道，甚至我们在唱的平安夜这样的歌的里面，主，我们找到平安。主，这个平安真的能够临到我们每个人里头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的世界。